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热门话题层出不穷，社会各界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。为此，举行一场关于当前热门话题的辩论，不仅能够激发观众的兴趣，还能促进思维的碰撞与交锋。这场辩论的核心在于邀请不同观点的嘉宾，围绕某一特定议题展开深入讨论。本文将通过对这一形式的探讨，分析其背后的意义与价值。一、热门话题的选择。热门话题的选择至关重要，通常涉及社会、政治、科技、环境等多个领域。比如气候变化、人工智能的伦理、疫苗接种争议等，都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。在选择辩论话题时，主办方需考虑该议题的社会影响力及观众的参与度。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参与和讨论，也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。二、嘉宾的多样性。辩论的精彩之处在于不同观点的碰撞，因此邀请嘉宾时需注意其观点的多样性。主办方可以考虑邀请不同背景、专业和立场的嘉宾，如政策制定者、学者、行业专家、普通民众等。这样的多样性不仅能够增加辩论的深度和广度，也能让观众从多个角度理解议题的复杂性。例如，在讨论气候变化时，可以邀请一位环保主义者、一位商业领袖以及一位科学家，分别代表不同的立场与观点。这样一来，辩论不仅仅是单一视角的阐述，而是一个多维度的交响乐，观众可以从中获取更全面的信息。三、辩论形式与流程。辩论的形式多种多样，包括圆桌讨论、辩论赛、访谈式等。在具体的流程上，通常会有开场介绍、嘉宾自我陈述、观点交锋、总结发言等环节。每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控时间，以确保辩论的流畅性。在辩论过程中，主持人扮演住关键角色。他们不仅要引导话题，还需适时插入问题，激发嘉宾之间的互动。通过设定针对性的提问，主持人能够促使嘉宾更深入地探讨观点，甚至在某些时候引发激烈的争论。这种动态的讨论氛围往往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，使他们更加投入。四、辩论的影响与价值。一场成功的辩论不仅能够为观众提供多元的观点，还能促进社会对某一议题的深思。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，观众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，进而形成更全面的看法。这种思维的碰撞有助于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，激发人们对问题的再思考。同时，辩论也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个表达的平台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普通民众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参与讨论，发表自己的看法。这种参与感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，使公众对某一问题更加关注，推动社会变革。五、挑战与应对。尽管辩论形式具有诸多优点，但也面临一些挑战。首先，嘉宾之间的观点可能会过于对立，导致讨论陷入僵局。为此，主持人需要灵活应对，通过引导问题使辩论回归理性。此外，个别嘉宾可能在表达时情绪激动，甚至出现人身攻击的情况。为了维护辩论的公正性和理性，主持人需及时进行干预，确保辩论的健康进行。另一方面，信息的真实性也需关注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假信息的传播极为迅速，辩论中可能会出现不实陈述。主持人有责任在辩论前进行一定的事实核查，以提高辩论的质量。六、案例分析。为了更好地理解热点话题辩论的价值，可以回顾一些成功的辩论案例。例如，在某次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辩论中，嘉宾们从技术、伦理、法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。一位科技公司的 CEO 提出了人工智能的商业潜力，而一位伦理学家则警示其潜在风险。
经过激烈的讨论，观众不仅了解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，也对其可能带来的伦理困境有了更深的思考。7、未来展望。随著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，辩论的形式也将愈加多元化。在线直播、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应用，可能为辩论带来全新的体验。未来的辩论不仅可以跨越地理界限，还能吸引全球观众共同参与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何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与辩论的公正性，将是主办方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。总的来说，热点话题辩论是一种极具价值的交流形式。它不仅能够促进不同观点的碰撞，还能为社会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。在未来的发展中，辩论的形式与内容都将不断演变，但其核心价值——促进思维的多样性与社会的互动，将始终伴随其前行。通过这种方式，观众不仅能够获取知识，还能激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。